足久进前，伫海中有一个岛屿，岛屿的北边有一个小小的山城，真侪住伫遐的人，拢是靠乌头炭咧度日。乌头炭是真艰苦的工课，透早食早顿了，就爱紧入去炭坑内，毋管是涂骹下底，还是下下的墓坑，拍药的时间真久，边仔轰轰轰机器足大声。转去厝内，毋但爱甲满头满面、规身躯的炭污洗互清气，嘛拢忝甲无啥想要讲话。有一对刚结婚的翁仔某，逐工翁婿伫炭坑漚炭，伊的家后伫顶头捡炭友仔，朴实的生活，一工过一工，平平静静。有一日，太太有囡仔，生一个白泡泡、真古锥的查某婴仔。因真宝惜即个婴仔，逐工阿爸身躯洗好，就抱婴仔、揽婴仔，婴仔的笑容，互阿爸的心花拢开啊。不二个是无声、甜啾啾的笑。阿爸阿母渐渐发现婴仔可能听袂着，阿爸拼命去炭坑漚炭，阿母带婴仔四界找名医，毋过无一个医生知影要安怎斗相共。阿母虽然失望，犹原毋肯放弃，伊逐暝逐日静静求神明，希望伊的囡仔听会着声音。毋知经过偌济工，阿母半困半醒的时，敢若看到一位银白色头鬃的老阿嬷，轻声对伊讲：“月娘满圆迄暗，山顶上光遐，内底藏一块宝物，用伊来发出声，金金的声哦。”阿母一精神，紧甲阿爸讲即件奇妙的代志，因就决定试看觅。等待月娘对闪闪变甲圆，结果云伤高，看袂着月光，只好继续等。等月娘对圆润润变甲闪闪，佮变成圆。即暝煞得落雨，虽然真急，嘛爱耐心等落去。月娘散去，佮圆。即一暝，阿母紧紧四界看，四界说，本来感觉草坡仔边上光，去到遐，煞感觉大树公迄边较光。等行到大树公遐，斟足上一个，水池仔边真正有够光。阿母来到水池仔遮，看水面顶映照满月银光，耳仔边就敢若听着眠梦中老阿嬷讲的话。阿母摕锁仔握落，伊淡薄仔紧张，锁仔爱伸出来才摕牢。愈握愈深，握着一块定定的物件，伊用手摸摸的，注意握出来看，啊，是一块金仔。阿母摕转去厝内，互阿爸看，因参详要安怎甲金仔诚做会发出声音的物仔。
啊无，咱来做一粒铃，铃铃铃的声，囡仔一定真爱听。因先用一寡布拉图捏一个碗形，好通底扬起的金仔汤，搁另外捏出铃的外形甲铃子，烧好出窑，就甲金仔块放入去碗内，烧好扬起。柑仔色的金仔汤伫碗内底冷来冷去，亲像一粒小小的日头。因翁仔某的希望拢伫遮。刷落，甲金仔汤倒入去铃模内底，等甲冷啊，赶紧倒起来，试摇看觅。金铃的声，亲像为天顶传落来的。这对翁仔某听甲心内软软软，耳孔清清清。因紧摇互囡仔听，毋过摇无几摆，铃的形体煞软软变形去，无法度搁摇啊！唉，真无简单，才得着金仔，真无简单，才做好金铃，竟然歹去啊！实在互人真厌气。阿母想来想去，甲阿爸讲。咱兜有一寡银角仔，迄嘛是金仔类，无定油做伙会较定哦。心意奇怪，翁仔某着搁做一遍，即回揽银角仔入去，小共倒入去铃的模，因的心肝头噼噗跳，真惊即摆若失败，着无法度分开黄金甲银角仔。虽然挂心，嘛爱甲铃斗起来。因伫囡仔耳孔边摇。第一天，囡仔无听着；第三天，犹原无听着；第七天，犹是听袂着。好佳哉，铃好好，摇出来的声犹原好听。经过21天，囡仔听到声音，就要来杀金铃。阿爸阿母真欢喜，囡仔摕到铃，嘛轻轻摇互阿爸阿母听。囡仔笑出声，伊的笑声就亲像铃声遐尼迷人，轻轻扬入去阿爸阿母的心肝底。